大約尾5小米周，響中檔咧仲見到馬匹有火箭區啊！響出邊勝利導航尾子位置黃衫灰馬代代為王包咗落尾，仲係怪獸家長係橙衫㗎。好啦，入直路咁滯啦，前面呢就係呢個經典帝國帶住彩福入嚟，東方快車第3位，第4位埋邊呢有太陽喜喜啦，咁啊中間呢棗紅色帽呢仲有呢隻安區，出邊粉紅衫就嘉應之友啊！再後一陣龍船鼓響黃衫響馬林後邊攞出嚟啦，火箭區咁啊出邊呢仲有勝利導航啊，咁啊同埋呢個怪獸家長嗰啲衝鬥到嚟最後300度啦，透出嘅馬呢，咁啊見到中間東方快車鬥緊，入邊經典帝國，外邊勝利導航已經追緊上嚟，馬林中間追黃衫，仲有龍船鼓響啊，出邊位置怪獸家長最後100，勝利導航衝完一段唔多啦，埋邊龍船鼓響搏埋佢最後50，嗰段第1名要影相啊，勝利導航響出邊，入邊龍船鼓響。外邊係環少啦，埋邊係永遠美麗第5啦，第6位越進歡欣，內欄第7紅衫安如啊，後邊4匹陽光勇士，尾3係開心寶寶啊，美麗同響尾2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嘉應傳承嚟㗎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啊，前面和平波咁啊佔先咗半個身位到啦，閃星輝煌第2位，大家位置變動上面喐動都唔大㗎。內欄第3位就係鴻運帝王啊，環少就第4，內欄第5做永遠美麗，等入邊嘅安如攞出去外邊啊，越進歡欣、陽光勇士、開心寶寶最出呢就美麗同享㗎，最後300零米啦，前面透出仲係和平波啊，中間位置就閃星輝煌啊，環少亦都中檔追啦，入邊係鴻運帝王啦，中間上㗎嘛，仲有越進歡欣，外邊追上人哋就係陽光勇士，外邊仲有2隻㗎，開心寶寶最出係美麗同享，最後100零米和平波佔先，閃星輝煌追緊佢，兩匹馬鬥得難分難解，永遠美麗響第3位，接近終點和平波。藍衫呢就幸運有你啊埋唔到嚟喎，內欄尾4綠色衫陸續無限啊，尾3手機標靶，尾2黃衫係金鑽貴人啊，暫時殿後呢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嘅時候啦，魔術控制係放啦，美麗第1就跟啦，愛馬線第3，內欄第4係維港智能啊，外邊第5又合火奔馳，中間第6紅衫紅帽係賢者無敵啊，後邊嘅馬外邊位置藍衫呢就係呢隻幸運有你，後邊4隻手機標靶陸續無限，綠衫啊走內欄，最出有2隻金鑽貴人同
埋紫色衫嘅驕陽明區，最後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呢，有呢隻愛馬線啊，中間位置賢者無敵追啊，中檔有合伙奔馳，外邊追幸運有利，最出仲有兩隻金鑽貴人，大外檔撻着啦係驕陽明區，最後百零米賢者無敵佔先，驕陽明區逐步蠶食上嚟，接近終點第一名，相當接近，噏上噏落，但係第一眼。